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位於青茂口岸旁邊500米左右嘅一個現售住宅新盤啊！佢嘅名呢叫做西澳灣畔。依家開發商做咗一個好大嘅優惠同埋活動，呢個就係我哋有一個包租活動啦。包租活動呢就係有一個月供嘅補貼嘅。咁佢有一個細啲嘅單位呢，35平。係有一個3000幾蚊嘅一個返租活動，仲有一個大單位，大單位呢，依家係有大概有5000幾蚊嘅一個返租活動。呢個就係開發商嘅一個樣板間，樣板間呢度呢，係做咗呢啲非常唔錯嘅一個設計嘅。基本上在售嘅戶型呢，都係1房或者2房。同埋咧，佢係可以明火嘅，住起身都係非常之舒服。咁無論自住啊或者投資啊，呢個地段咧都非常之 OK 嘅。佢依家嘅單價咧，折後咧應該差唔多係31000上下咁樣。咁呢個價錢，你就算自己租呢個地段都可以租到3-4千蚊，冇咩壓力。大單位咧，個租金仲會高啲，咁主要咧買嚟出租啊，買嚟自住，通關都非常之方便，基本上就係可以5分鐘啊、5-6分鐘咁樣就可以通關。呢個地段交通都非常之方便，佢就挨住嗰個拱北口岸啦，同埋青茂口岸。通關同埋搭公交車啊，或者自己揸車啊，都非常之方便。附近嘅商業配套呢，都非常之成熟，同埋我哋嘅交標都非常之高標準。開發商做咗一個非常之唔錯嘅交標樣板間，大家可以過嚟現場睇一下。當然啦，以實際為準啦，係咯。咁我哋依家再睇一下呢個細戶型，呢個戶型係我哋買得最好嘅一個單位，同埋佢總價都唔高嘅，非常之適合剛需上車嘅一個盤。如果有興趣，我哋可以實地睇樓。咁同埋呢，我哋項目嘅一個交樓時間呢，就係明年嘅10月份。交樓時間都非常之近啦，即係反正大家可以接受呢個交樓時間，就可以考慮呢個剛需純盤。